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天阮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诚做阮的救主，也互阮会当透过使徒家己的信仰告白，来互阮搁一摆重新思考阮的信仰。也恳求主你帮助阮，透过使徒圣经的内容，互阮对基督信仰的基础有搁较清楚的了解。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不但互阮明白，也互阮伫日常的生活中间会通来倚靠主你的救恩，对你的脚步来行。今仔日阮要透过网络组织要来做伙分享使徒圣经的内容，也将今仔日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祝你的圣神亲自甲阮三个伫地，开启阮，互阮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讲使徒圣经啦，吼，使徒圣经算足典型，也是讲足基础，咱的信仰告白吼的一个内容安尼吼。所以咱必须爱真清楚来了解，特别是咱伫礼拜中间，咱时常会用这个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也互咱会通透过安尼来更较清楚来了解咱的信仰，咱要安怎用这个咱讲三一上帝的信仰来成做咱的帮站啦吼。好，来，咱就要来开始啦吼。这是台语的吼，我甲新版甲旧版放做伙吼，迄个差别就是伫后壁这个所在啦吼。这个我信圣公堂的教会，这是旧版的，新版的吼，这个信都无去啊吼。圣个公堂的教会吼，这个部分无啥共款安尼吼。咱念伊会来这个部分我那会来小可讲一下安尼啦吼。好，这是华语的部分吼。所以咱要讲到这个使徒圣经，咱就必须爱来先思考信仰告白是啥物意思吼。无偌久之前牧师伫这个讲道的中间捌小可甲咱讲到这个概念啦吼，就是讲任何的一个宣告，一个你所咧读的物件，你所咧讲的物件，会通代表你的信仰，这拢叫做信仰告白啦吼。包括咱前面讲是讲主祷文，主祷文一开始咧讲阮伫天里的爸，这就是一个宣告吼，这就是宣告。所以牧师认为吼，咱得爱用较宽的心态去看信仰告白吼。我捌看有迄个牧师写的吼，只有使徒圣经是信仰告白，其他拢毋是吼。我是感觉讲迄个的看法较矮啦吼。所以无论一段的文字，一个祈祷一篇的文章，一个宣告吼，也是咱知影一个政治团体也好，一个宗教团体、信仰团体，拢有因这个特殊的宣告文来表达家己的立场，这种叫做告白啦吼，告白也是你讲宣告吼。我举几个例啦，我想咱上清楚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咱足无介意迄个德国的纳粹党吼，纳粹党吼，伊若去看到互相去拄着的时阵，也是去看到希特勒的时阵，因就会安尼两支脚足大力吼，曲一下安尼手就爱举悬吼，举45度吼，就爱喊讲 Heil Hitler 吼。伫迄个初期有足侪人无爱安尼念啦吼，但是吼，咱知影就像即马中国安尼啦吼，你若无吼，就被消失吼。就被消失，因为伊无宣告伊是属伫这个群体吼。
就会受到排斥，会单无去安尼啦吼。好，这是伫政治上啦吼。比如讲，你若看一个人咧祈祷，基本上咱若准讲一般伫教会内底真侪人祈祷，就是手合做伙，有诶人是安尼，有诶人是安尼吼。即马大概较咱讲灵魂灵魂运动了，有真侪人祈祷会安尼，嘛有举手诶吼。无论安怎诶祈祷，我想拢是 OK 啦吼。但是伫天主教吼，因若祈祷了，着爱伫胸前吼，来比一个十字架，对下头，对胸前安尼吼来比。你就会当知影讲，这大概是伫天主教诶信徒较济啦吼。其实牧师伫美国福音信息互服侍诶时阵，其实阮嘛会安尼吼，阮嘛会安尼比吼，就是祈祷了就来比这个十字安尼吼，就是迄好哪敢亲像咱前礼拜有咧问讲，是安怎祈祷了，就爱用奉主耶稣基督诶圣名吼。这祈祷了比十字架，就是表示讲，我诶祈祷是靠着十字架诶救恩啦吼，大概是安尼角度伫讲。这嘛是一种宣告啦吼。一般诶，咱讲民间宗教啦、佛教啦、道教，因就袂安尼比嘛吼。这就足清楚诶吼。当然，一寡人会讲吼感恩啊，感恩啊，你就知影讲这是某一个宗教团体诶口头禅啦。那基督徒诶请安是讲平安，还是讲愿恁平安吼？这是对耶稣基督过活了后，伊即个美起来诶学生还是讲行兄诶学生，甲因请安，愿恁平安。这个诚做基督徒互相请安诶一个咱咧讲祝福诶事安尼啦吼。就敢若讲前礼拜讲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这就是一个足清楚诶宣告。我诶祈祷是靠耶稣基督诶权柄，搁我诶应允救恩来，毋是任何啥物款诶牛人是安怎呢吼？当然，咱前面讲着讲主祷文吼，这就是一个宣告。新诶改变也好，使徒圣经也好，牧师拢认为这拢是信仰告别诶一个部分啦吼。新诶改变咱后摆有机会咱会去讲啦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吼，这足清楚啊，这是信仰告别啊吼。所以咱会通知影讲，其实信仰告别会对着无共款的信仰团体，对着无共款的时代吼，也是讲政治文化迄个角度吼，咱会通来做一寡新的。也是讲伫这个修改吼，咱大概拢会使安尼做啦吼。伫礼拜中间，咱常常会来选用还是使用信仰告别当然这个使徒圣经是咱首选啦吼，首选吼。宣告咱家己的信仰的立场以及咱甲上帝的关系，并且咱这个信仰的中心咱用嘴、用声音，甚至用文字，甚至用见证行动来宣告这拢是咱咧做信仰告别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观念，还是讲概念安尼啦吼。好。这是一种见证嘛，是一种通关密语吼。比如讲，伫初代教会拄开始建立，伫彼得传福音了后，有3000人受洗信主，就归伫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份子。但是迄个时阵拄着罗马的军队的压迫，拄着犹太人的压迫，所以因拢密起来伫倒位？伫主耶稣过活了后，圣神感动，充满感动了后，教会开始建立，因拢秘伫迄个地下的墓园内底。因无像咱即马安尼呢，咱即马会当讲挂一个扛棒，讲三峡教会伫即个所在，伫民族街号。古早袂使安尼啦吼，咱迄阵叫做地下教会标准的地下教会。因伫迄个门口，就画一只鱼仔。咱即马若看迄人的车后斗搭一只迄鱼仔安尼吼，迄就是因的通关密语这宣告啥？
迄只鱼仔嘛是宣告呢，宣告讲遮有基督徒一群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组织做伙，吼，这嘛是一个信仰告白啊，所以咱知影讲，咱会当用较宽的角度去看啦，吼。啊，当然，咱知影讲，有信仰告白有几哪种形式啊，无属于一个强调这个物件。啊，新的改变就是安尼，因为这代表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毋是伫佮接受伫十条街的时代摩西的军队者，咱毋是吼，所以迄足清楚的吼，咧用新的改变，咱着足清楚的安尼吼。了，咱着今仔日要讲的使徒信经啦吼。好，就使徒信经内底有足济伊咧宣告的物件啦吼。即内底吼特别要甲咱讲一个，连面来会阁去讲着，就是讲大公教会伫英语叫做 Catholic 吼，伫即个所在 Catholic。Catholic 的西拿大学就咧讲天主教会啦吼。即个物件当然有产生一寡误解吼，产生一寡误解。连咪到后壁咧讲的时阵，我会去甲咱逐个三甲分享啦吼，即个部分吼。主祷文当然咱前面有讲着，主祷文伫开始就宣告咱是上帝的囝，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咱会当成做救恩的上帝的儿女。咱就有权利称呼上帝叫做阿爸爸吼，这就介清楚的部分啦吼。所以使徒信经照传说就是讲耶稣基督的使徒伫耶路撒冷五旬节降临了后，因着四散了后，一方面受着压迫，一方面是为着大使命啦吼，会宣教的工作。无数捌几若摆讲到这个德玛的宣教吼，去到伫迄个所在，但是咱足清楚知影吼，有信仰告白出来，基本上信仰告白就是一种叫做护教，吼，护教叫做维护宗教信仰，吼，护教的一个文学啦，吼，就是讲你为什么需要一个信仰告白，就是有足济迄种其他无正确的一种学说，无正确的一种神学走出来，所以就爱有一寡正确的伫遐宣告，阮所相信的是安尼，你讲的毋是吼，大概就是安尼来吼，安尼来所以咱会知影讲伫初代教会，特别伫差不多第2世纪迄家头有足济的即种异端邪说伫迄个所在来出现安尼啦吼。迄个有迄个传说是讲，使徒为着因伫四线传福音的中间会当合一吼，所以因就定出即个使徒信经12条啦吼。因就讲一个使徒出一条安尼啦吼。基本上即种的传说是较无历史证据啦吼，不强啦吼。即个大概互咱做参考安尼啦吼。但是就是讲，若安尼时阵是不理学当初时的一个背景，但是就是讲，基本上安尼做法是较无法度去找着历史根据啦吼。使徒信经即个词吼，即个词上早是伫即个主后350年吼，伫安普罗修的作品内底吼。当然咱讲这叫做初代教父啦吼，伫即个所在咱会看到讲慢慢形成的一个典型的形状吼。上头起先，毋是亲像咱即摆咧读即个形式，使徒信经的形式。上头起先过去因咧所咧读的吼，是一种刻印式的吼，刻印式的即个吼，是的吼。有古罗马的圣经甲使徒信经足类似啦吼，足类似。大概就是讲，咱讲的第2世纪，就是咧针对这异端神学，要为着要辩论这产生的一种咱咧讲的产品还是作品吼，是要来校正，还是讲要互这的信徒清楚知
正确的基督信仰是甚物货安尼啦吼。有即个圣经学家就认为讲，伫使徒圣经伫基督教的信仰内底，伊的地位只有比圣经较低吼，就是讲伊无超越圣经，但是伊足重要，足重要，会通讲是基督信仰的一个足简单的浓缩安尼啦吼。所以拄则讲早期的使徒圣经是用个别个别启应式的的方式安尼吼，就是主礼的神父问一句后壁的人就来应安尼吼。所以咱即马咧使徒圣经咧讲吼，我信上帝吼即个部分是颠倒的吼。就是讲，想咧读的是讲，你有信上帝是创造者无？后壁就讲我信吼，有迄个形式放伫后壁安尼啦吼。宣认上帝是全能的爸，即个创造的主，即个即个足重要的部分啦吼。当然上重要部分是讲，过来就是耶稣基督，伊诚做完全的人吼，伊经历迄个生死，然后过来过活即个过程中间看起来好哪亲像人的过程，但是拢是超自然。比如讲，伊是圣神的感动来生出来即个部分咱大家知影。过来宣告圣神的工作，对创造、对耶稣的降生、对圣徒彼此的相通三听、教会复兴等等这的，这大概是三个部分安尼啦吼。马丁路德对使徒圣经伊是非常非常的肯定吼，伊讲找袂着讲遮尔简洁阁足详细阁拢甲基督信仰拢总即个有讲着的即个部分啦吼。所以伫信义会内底，也是讲路德会内底，就是 Lutheran Church 内底即个使徒圣经嘛，真正诚做足重要信仰的基础。咱所谓的即个主流教派、正统的教派，包括东正教，包括天主教包括遮英国的圣公会信义会，过来改革中所有的教会。这的部分大概就是讲，拢承认使徒圣经使徒圣经上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三一上帝三一上帝。咱会连咪会过来较斟酌来讲这个部分啦启应式就是拄则咧讲甲咱即马读的拄啊颠倒啦你有信上帝是全能的爸无？就讲我信这好哪亲像伫牧师咧讲说咧，也是伫迄个做信仰个别的时阵所咧问的你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囝等讲了后会众就回应讲我信安尼就是伊即个用启应的方式，我信就放伫后壁。互会友去来做信仰个别安尼，伊讲我信圣神、圣教会肉身会过我无就我信安尼好，咱就即么来进入即个部分啦那照迄个伊的结构来讲就是即内底有三个我信啦三个我信就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过来信圣神然后有7个祈祷伫即个整个内底安尼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好，过来就是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第三个过来就是讲咱咧讲着圣神的部分，所以三一上帝的个别三一上帝的个别就是个别讲咱所相信即个三一上帝当然伫神学顶悬有真侪人咧讲三位一体啦牧师家己本身我较无爱用三位一体安尼三位一体就是比较较会互人去误解着迄种有形体上的想法因为我捌
甲一寡非基督徒咧讲即个部分的时阵，因就直接会讲啊，就是甲迄个泰国四面佛共款吼，所以会容易误导啦吼，所以我就较无爱安尼讲啊。我直接就讲三一上帝吼，伫英语来讲叫 Trinity 哈，Trinity 就是又三又是一哈，三一你蛮难去解释啦吼。不过就是讲，大概迄个概念咱得爱知影，就是讲对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这三个概念来讲好。三一上帝有足侪人咧挑战吼。我伫美国牧会时阵有一位退任的长老。伊是迄个太空总署退休的啦吼，啊当然科学人员嘛吼，啊伊就足理性咧思考啊吼，啊伊就讲啊吼，无说你去找圣经若有写三一上帝吼，我输你安尼啦吼，啊伊就安尼挑战。当然咱必须爱承认，伫圣经内底你找无三一上帝，还是三位一体，英语就是讲 Trinity 哈，Trinity God 哈，你伫圣经找无即个字，文字顶悬无写，这是正确的。但是无表达讲，圣经无写即个字，就无有三一上帝的信仰基础伫遐牧师小可会阁甲咱来分享啦吼。三一上帝是讲起来是三个，圣父、圣子、圣神，但是基本上因是一个。一体是一个上帝，所以这个部分三一上帝来讲，圣父、圣子、圣神，无代表讲这个是自打嘴巴，跟咱咧讲的独一神论有违背，毋是吼，就是讲上帝借着无共款的时期因为人无共款的需要，所以伊用无共款的表达。来互人体会到伊的同在吼所以伊用无共款的时期所需要的即个咱讲袂当讲形体啦吼，因为圣神甲圣父你看袂到的吼有形体就是敢若耶稣伊诚做人子安尼吼，所以伊因为人的软弱、人的需要，所以伊借着三个无共款的角度来世间人显现，基本上。咱爱需要安尼来了解吼，特别咱若对伫福音书来讲，约翰福音会通讲是上好咧提到着三一上帝概念，我讲概念毋是文字吼，概念上好的经文，也是讲圣经这个册啦吼。然后你会当伫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中间，看到足清楚三一上帝的名必须爱做伙来提着吼。伊讲，所以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注意听后壁迄句话：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洗礼。为什么耶稣要提父、子、圣神的名？要受洗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爱奉父、子、圣神的名，因为这是三一上帝的概念。这是三一上帝的概念。若无借着这个三一上帝，就袂当归伫耶稣基督。救恩内底，这真清楚啊，这真清楚。所以咱就会通真清楚知影，伫圣经基本上是三一上帝的概念英语就足清楚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牧师特别要用英语，就是讲。伊的介系词是用 and， 毋是用 or。你若用 or 甲用 and， 基本上意思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你必须要用天父的名，嘛得爱用圣子的名，嘛得爱用圣神的名。and 必须爱这三项拢有。你若 or 就是讲。你嘛会当用圣父的名，
嘛会使，无用这个嘛会使用这个，毋是安尼讲哦，伊是讲这三个拢爱，这是三一上帝很清楚的概念啊。这三个爱做伙出现，所以咱咧讲三而一啊，三而一好。咱若倒转来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咧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即内底即个经文咧讲的上帝即字，伫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Elohim 是 Elohe 上帝 ，Elohe 是单数上帝 ，Elohim 是它的复数三的意思。圣经一开始，希伯来文咧讲上帝的三一的概念伫迄个内底。好，咱来去看到亚伯拉罕看到上帝的仆人，遐使者几个？3个，代表上帝的即个来访问伊吼，所以3个安尼吼。所以咱真清楚对圣经的角度去看到讲，其实迄个概念足清楚，文字无吼。我搁再强调，伫圣经对头看到尾啊，无有 Trinity， 无有三一上帝的字伫迄个所在，但是伊不断对创世纪开始一直咧出现，一直咧出现，一直互咱有迄个形象。比如讲，伫开始创造是讲上帝的神运行伫即个宇宙中间，上帝讲要有啥？上帝的神甲上帝的神本身伫迄个所在咧创造。约翰福音佮解说，起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是咧讲耶稣基督。咱咧讲incarnation 就是讲道成肉身啦，道成肉身。上帝的道成做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伊自头就是上帝。迄个概念足清楚伫圣经内底啦，好。所以咱咧看到讲，上帝咧讲，创世纪咧讲咧创造人的时阵吼，伊毋是咧讲上帝毋是讲照我的形象单数无哦，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这个我们是复数，是复数所以上帝看起来是一，可是他是用不同的形象在那个地方用安尼的形象来做人，所以咱伫圣经创世纪就足清楚看到迄个复数的概念伫迄个内底好，咱嘛知影约翰福音3章16节咧讲到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互伊，叫一切信伊的人袂得到灭亡，会得到永生所以要表达伊对上帝的疼啦所以圣囝是这个概念上帝赏赐圣囝互世间，是因为上帝要表达迄个以马内利伊甲世间人三甲地地的即个应允甲即个疼所以即个独生囝的降生是一个恩典，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新约，是对圣神的馈赠来讲投胎，毋是啦圣神会充满了后，然后就来出世以赛亚书咱会当看到马太福音嘛会当看到马太福音即个物件即个经文伫即个所在是咧引用着以赛亚经文伫即个所在上帝差遣圣神，然后耶稣基督出世，咧表达三而一咧三而一。所以以马内利就是透过圣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出世，代表上帝的同在，嘛足清楚啦嘛足清楚好，所以圣神就是讲上帝的神，咱讲创造的中间这个全地拢是空伊的，这个深渊的顶悬拢黑暗，上帝的神运行伫迄个水面顶悬，所以这个神是上帝的神，是圣神。伊是有创造的气力，是有赏赐外面的气力，伊嘛保守嘛赏赐咱有智慧你讲
出来及第31章第3节讲，我用我的灵充满伊，互伊有智慧。这个上帝咧甲摩西讲，你着爱叫遮有会晓做物件的人，所以上帝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地，互因有智慧、有能力来做逐项代志。这咱无偌久之前才做伙分享过吼。圣神嘛指性命啦吼，咱知影吼，所以当大笔得罪上帝了后，伊的悔改的诗篇51篇11节讲，你毋通放杀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神吼。伫这个个别礼拜中间，牧师时常去讲到这个部分。咱的肉体是架骹的一个，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帐幕吼。伫地面上临时架骹的帐幕，咱的神伫咱安息的时阵，上帝就收回，这是代笔讲足清楚的代志。所以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神的意思是讲安那？你着互我的命死去安尼吼，这是代笔咧讲的吼。所以迄个灵，就亲像上帝创造亚当共款，对伊的鼻孔吹一口气，然后伊就变做有灵的活人吼。所以咱伫创世纪第2章第7节会通看到这个部分安尼吼。圣神嘛，只是咱生活中、生命中间的碗课啦吼。51篇第10节讲，上帝啊，求你做我，为着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底有忠心、有正直的心，互咱碗课主的神会通来得到更新吼，会当搁甲上帝搁好，会当过一个合伊旨意的生活吼，互咱会通有一个换心正直的吼。对圣神的投胎吼。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吼，咱会讲到这个圣神的宽屏吼，宣告上帝的宽屏啦，耶稣基督对这个来得到新印吼。这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这个经文咱拢真熟啦吼。无咱会当搁继续伫咱的讲义伫圣经内底来看吼。所以18节的后壁来讲，圣神对圣神来怀孕啦吼。对圣神来怀孕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这是圣神的溃烂吼，是圣神的同在吼。好，所以旧约的创世纪就已经足强调圣神有创造的溃烂，有享受生命的宽屏甲能力，亲像上帝创造亚当共款吼。上帝安尼甲伊分一口气，伫希伯来文这如是喘气的气，嘛是风。嘛是咧代表上帝的神伫伊的身上，安尼人就变做亚当就变做有灵的活人，就有生命安尼吼。好，过来就是伫本州毕业岛人来受苦，伫伊人主耶稣的身份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受苦，定是计死、埋葬、落阴府。伫即句的中间，拢是人主的角度吼。伫本州毕业岛人来受苦，伊受到统治，定十字架受害，然后死是肉体的死，过来受埋葬嘛是肉体。落阴府开始的，这是落阴府是灵毋是肉体吼，灵吼。后壁的部分就是神性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是咧讲到人主的角度吼。耶稣基督受难吼，咱过无偌久就会来过这个受难周，4月13，了后迄周就是受难周，咱就要来纪念耶稣的受难吼。耶稣的受难嘛是历史的印证呢吼。这个毕业岛本州毕业岛是一个足特殊的人物啦吼。咱知影有做几项代志，一个代志就是讲，咱对后壁讲啦吼。当伊判耶稣死刑钉十字架时，伊就洗手，吼洗手，吼洗手的意思毋是讲我要洗互清气，我要洁净自己，要来敬拜上帝，毋是。洗手就讲叫做此事与我无关，推卸责任，推卸责任，搁进前呢，伊就找无耶稣的罪啊，所以伊就想讲，搬过节拢会放一个这个犯人吼。无我就来互因选啦，
伊的意思是讲，伊借着安尼要放耶稣走，无拍算众人，就选迄个强盗呢吼，无选耶稣，要叫耶稣钉十字架嘛，所以他又出错招啦吼，他又出错招。啊，伫即个中间，伊个问耶稣，当然伊问无嘛吼，问无。啊，伫这中间，伊个足趣味的，就是吼，甲即个犹太人讲吼，啊，恁家己吼，恁家己的人，你袂晓家己用你的宗教去甲判，所以吼，遮个祭司就甲彼得多讲吼，但是阮无有杀人的权柄，吼，即个物件走出来啊，就是罗马政府互因有宗教自由，会当自治，但是无互因借着安尼会当做宗教死刑，无法度吼，死刑只有伫罗马的军官的即个手中安尼吼。啊，伊嘛阁足趣味呢，讲啊，耶稣吼，无你杀倒转去互迄个希律王啊，吼，伊拢伫遐咧杀啦，吼，拢伫遐杀。啊，其实伊甲希律王吼关系无好啦，足紧张的哦。一个是代表罗马政府，一个是代表分封的王，叫做傀儡政权吼。啊，即两个内底有紧张性啦吼。啊，宗教咧，宗教吼咧利用遮个政治，想要来害死耶稣，但是因基本上表面上是安尼讲哦，足遵守的吼，但是因吼事实上因对罗马政府足不满，所以因才会伫圣殿外口伫排队伫遐咧甲人换钱，因为因无爱用罗马的钱去奉献，吼，所以这是真奇怪的迄个关系啦吼。好，咱又倒转来讲吼，讲彼得多搁做一项上落尾一项代志，就是吼，伊伫耶稣的即个十字架顶悬吼，甲伊烫一块牌啊吼，连咪咱后壁搁来讲吼。所以伫即句的信仰告白内底讲，耶稣伫伊的任内伫遐受苦，搁互伊钉十字架，然后死，落埋葬，搁落阴府，这拢是人的部分吼。所以咱知影，借着安尼来死，这是人的部分；借着玛利亚来生，嘛是人的部分。到伫伊降生了后，搁伫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这是完全的人的生活。显现伫这个所在，而且佫足趣味的，就是用官方认证啊。本丢彼得多伫问耶稣了后，是讲祭司甲伊控告讲啊，这个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啊，伊问下了后吼，耶稣讲啊，这是你讲的。伊就吼，这人可能毋知是智慧无好啊，是讲调故意安尼吼，伊当刻一个3个语言的牌啊，吼，讲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用3种语言啦吼，用3种语言吼。啊，落尾伫迄个天主教的圣经拉丁语内底吼，啊，咱会当看到伊用4个拉丁语吼。第一个字吼，第一个字叫即个看起来那 V 即个吼，其实是 U 啦吼，是 U 吼，所以这是耶稣吼。第二个字是拿撒勒人，第三个字是 REX， 这个拉丁文叫做国王吼。第四个字是犹太人，所以意思就是讲，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什么人写的？罗马政府派出来的巡抚，官方认证，吼，官方认证。后壁即张图是牧师画啦，吼。啊，当然我要表达一寡耶稣死搁我迄个无共款的信仰表达。啊，我伫顶悬就是用即4字，耶稣拿撒勒吼，啊，即个吼也是迄个王啊吼，啊，即个犹太人吼，即个吼 ，OK， 好啊。伫安尼来讲，伊用即个字来为着耶稣的王的身份来做见证啊，所以伫遐宣告吼，宣告。好，后壁即个部分就是神圣，
这是上帝的计划甲旨意。伊要予耶稣去脱离受苦的过程，予伊死埋葬落阴府，然后是要来用伊上帝的本身的性来赢过死人，也是讲迄个阴间的权柄。所以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咱知影啊，这个部分这个已经脱离人主的角色啦伫圣经内底有几个记载着搁活的代志我大概写伫迄个讲义中间，我就无爱去读啊，咱才来看安尼啦有以利沙，有利亚这约拿约拿搁活是较特别会当摕到，就是耶稣本身有讲到，除了约拿的新约以外，无搁再有新约，就是咧讲到约拿伫鱼仔的腹肚底3暝3日，3暝3日，搁鱼仔甲肺倒出来，互伊搁活，咧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搁活啦好，搁有几个这个搁活的代志耶稣互一寡人搁活的代志，我就无要直接用时间来讲，咱会当家己来看安尼啦上重要是耶稣家己会搁活家己会搁活。耶稣的搁活，其实咱会当对伊的搁活的记载，4本的福音书内底拢有写着有无共款的记载就是讲耶稣有几摆用食物件来表达伊是真正搁活，毋是迄种咱咧讲的伫初代教会第二世纪迄个时阵的一寡邪说也是讲异端来讲幻影说啦也是讲有诶讲是世子说啦迄种诶耶稣用迄个伊甲学生显现，甲因讨物件食，来表达伊迄个搁活是真实诶搁活，毋是迄种传说的无影无食迄种我想这个会当互咱知啦好这就是咱咧讲诶部分伫福音书内底有记载着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伊本身是无相信搁活但是法利赛人相信，但是因会伫遐辩论啦当然，这咱则过来看安尼啦好。耶稣对死搁活，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所以有的人无信的人讲，恁的耶稣伫迄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无成功的，因为上帝互伊同款去死。但是迄是上帝的计划啦嘛甲咱讲就是讲，咱的祈祷毋是100%照咱的祈祷，上帝对咱嘛有计划。上帝对耶稣基督嘛有计划，所以是亲像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照你的旨意，毋是照我的旨意所以咱大概安尼知影好这我都无一个讲，咱则家己来看安尼啦保罗先生以前强调这个搁活的代志，因为伊讲若无死人搁活基督嘛无搁活。若无基督搁活，咱所信的、咱所传的，拢是枉然的这是足重要伫基督信仰内底，这是足基础的代志搁活了后，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要上天。伊讲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上天，坐伫上帝的大屏，就是回到三一上帝的形象了大屏右边。你若总讲用迄种迄个王的体制来讲，右边通常是迄个宰相啦握有最大权柄安尼就是咧表达讲耶稣基督伫迄个天顶伫遐有权柄，亲像马太福音28章伊讲的，当天顶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互我，这耶稣基督讲得足清楚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要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这后壁去讲的所以伊坐伫上帝大屏，表示讲伊伫迄个所在有权柄耶稣显现的搁活时阵显现，伊讲恁心内毋通忧愁，恁着爱信上帝嘛，着信我伫这个部分，伫
约翰福音14章所咧讲诶，我记得要为着恁准备所在，这嘛是咧表达伊诶权柄，甲表达迄个上帝诶应允，所有信伊诶人拢会当甲伊做伙去，伊为着咱来准备安尼吼。伫彼得前书第3章22节讲，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伫上帝的正边，正天使甲有权柄的，并且有气力的，拢服从伊。所以你会看咧描写上，伊迄个权柄是，咱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咧讲着迄个宰相，很像宰相的一个权柄伫迄个所在啦，所以这也是讲伊所担当的这个职分啦，坐伫迄个位，歌声的诗篇68篇的经文所写，会伫迄个所歌声伫迄个所在来做上帝所交代伊，从来后壁就是咧讲咧这个审判的部分啦，所以咱伫28章马太福音28章18节就足清楚耶稣讲的天顶地上的所有的权柄拢赏赐互我，好，要将来要搁对遐来降临，要伫遐审判活人甲死人，耶稣要搁来，这是伊的应允。启示录14章第7节讲，大声讲，当来敬畏上帝，将荣光来归互伊，互伊施行审判的时阵已经到啊！应当敬拜迄个创造天地、甲海、甲井水的这个这个权柄者其实我较无爱用审判这个翻译啦其实比较较好的翻译叫做判断啦耶稣基督要照咱的行为来判断咱所做的是毋是有来回应上帝的救恩，来甲咱判断来甲咱判断。那审判就是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迄种的概念判断就亲像耶稣拄着迄个受人来送到伊头前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共款。耶稣也讲我无要定你的罪。无要定你的罪，就是讲，伊叫伊莫搁犯罪啊。意思是讲，若照判断伊是有罪，若是照救恩来讲，耶稣基督赦免伊，这是无共款的所以判断跟审判其实有无共款的一个程度啦我较爱用判断的翻译啦这大概甲咱来分享。传道书第3章17节讲，我的心来讲，上帝一定会审判义人甲歹人，因为伫迄个所在，逐样的事物，一切工作拢有定时啦所以这个课本提醒咱基督徒伫世上的生活爱搁较谨慎，比如咱即马伫这个大斋节期的40天，咱拢要提醒讲，咱得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爱反省等等的这箴言14章15节讲，愚妄的人的话，愚蒙的人对，OK， 咱一个通达的人就爱足谨慎啦就爱足谨慎安尼所以咱就爱谨慎咱伫世上的生活，是毋是咱见证着咱所相信的国外的话名呢再来讲，我信圣神后壁这个部分新的有改过新的甲这个共同的教会这个神摕掉啦这个连于我会小可解说这个部分伫使徒圣经内底就是3个神，就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甲信圣神。那其他的就是伫附带咧说明的部分所以圣义公的教会做伫个下面肉体搁我伫永远的画面这个中间甲迄个神摕掉去因为原文无啦无 I believe 这个部分因的说明是讲这是翻译错误啦但是我的看法是讲有没有删除拢是相信啦。咱一定要相信共同的教会，咱嘛要相信圣徒的相通是上帝予咱的责任，咱嘛要相信
做会得到赦免，咱嘛爱相信肉体搁活，咱嘛爱相信咱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对不对？哦，就是讲，其实有没有取掉？我的意思是讲，这个字不影响它的正确性啊。有没有消掉？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啊。但是我连咪上落尾，互咱看英文哈，其实英文的意思哈，甲中文翻译还是台语翻译无啥共款啦吼。好，咱前面咧讲到讲，咱毋是信教的吼，当然咱毋是信教会吼，所以伊会甲提调是即个出发点吼。但是就是讲，咱毋是信教会，但是咱知影教会即个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是非常重要的。咱相信即个物件吼，咱相信即个物件，所以咱毋是相信教会组织，但是咱相信基督的信仰，搁我的活命。圣道的相通，这是非常重要吼。教会意思是讲，教会毋是要互咱成做敬拜的对象，颠倒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组织的所在。伫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吼，就是 church 啦吼，就是讲意思是讲一群人组织做伙 assembly 吼。一群人为着一个目的来组织，这个目的就是耶稣基督吼。去互耶稣基督救恩呼召出来一群真济人，也是两三个人。耶稣讲的嘛吼，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做伙嘛吼。所以这必须要是一个真水和谐的团体生活啦吼。这才是吼好来讲到共同的教会吼。我伫美国拄着一个泰国来的牧师吼，迄个时阵我伫美国捌伊的时，还去读新人医尔啦吼。伊讲伊足无爱读使徒圣经啦吼。我有想为什么啦吼？伊讲迄内底吼讲到天主教，伊就是咧讲即字啦吼，共同的教会吼 ，Catholic Church 小写咧讲大公教会，共同的教会就是咧讲大公教会，意思是讲所有的教会无有分什么教派、什么会无。所有的无论你倒一间教会，三甲的教会、高雄的教会、浸信会、什么圣洁会，拢不管。你所有若相信三一上帝教会，拢是一个教会，这叫做共同大公教会啦吼。大公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教会尔定，吼，迄个概念啦吼，迄个概念。所以伊伫遮写是写 Catholic Church 因为伫1517年改教进前，大概只有东正教甲天主教，咱咧讲的天主教。天主教就用即个字来称做伊的教会，叫做 Catholic Church 的大写。所以大写的 Catholic Church， 咱就甲翻译做天主教。是因为因的圣经伫中文的翻译，上帝号做天主，就安尼来吼。好，其实因的表达讲，因就是对大公会议出来即个合一的教会啦，咧讲即个概念吼。所以咱毋通去误解即个物件吼。尾我甲迄个泰国牧师解释了后，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因伫泰国内底拢毋对，因为天主教捌伫泰国有无好的即个咱咧讲行为也好，还是讲作为互因在地泰国人拢对天主教有误解，还是讲无介意的所在安尼吼。所以题外话，小可甲咱讲一下吼。好，使徒圣经时常使用的场所啦吼，就是讲伫受洗时阵做咱的任性，就是讲咱伫迄所在来宣告咱的信仰。受逼迫的时阵会来宣告吼，生活拄到困境，还是讲即个伫逆境的时阵吼，也是讲赶鬼的时阵，通常伫咱信心无够坚定时，会当用使徒圣经坚定咱的信心，伫迄所在来宣告吼。当然，教导信仰这是足基础、足重要的一个真完整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所以会当用这来迄个教育啦吼。信徒的灵修等等的吼。好，
我要用英文来解说拄则咧讲迄个我信我信教会吼，这个部分啦吼，我是安怎讲吼，有改没有改没有关系啦吼。好，第一个你来看吼，伊讲 I believe in God， 我信上帝。第二个伊无写 believe 哦 ，and 吼 and in Jesus Christ 吼。第二个部分哦，伊无讲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无哦。and 伊用 and 来做代表，所以是一样的哈。我相信上帝，也相信耶稣基督，哈，伊的独生囝，咱的主，哈，安尼咱清楚啊，哈。再来，所以因为安尼，咱会当甲 and 摕掉，甲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哈，安尼就足清楚啊嘛，哈。好，后壁迄个字是安尼啦，哈。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我信圣神。你注意看后壁吼，拢是倒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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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点，所以即规个拢是一句话。我信圣神，佮因为圣神的关系，所成的教会，吼，成的大公教会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我相信圣道的相通，我相信罪得到赦免，我相信肉体得到救活，我相信永远的活命。所以有没有改掉那个字？我感觉讲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差别啦吼。所以基本上这整个拢伫这个我相信内底啦吼。早期咧，我咧译早期翻译，我相信圣佮共同的教会，这个人可能跟我即摆咧讲的角度是同款，这不是翻译错误哈。我感觉这个可能我爱厘清啦哈，我爱厘清。好，到这有要分享还是要问的无？牧师，是我想请问一下哈，是，那个马太福音12章40节啊，都啊六讲到啊，就嗯是他说，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3天3夜，人子也照样，将要在就是要3天3夜在地里头。嗯，那他耶稣这么讲，是不是就是说，约拿当时在鱼肚子里面就是死掉了，所以他也是3天后复活，是这样吗？好，我们想象一下哈，我们没有办法用很实际去说他到底死了没有了哈。你如果去读约拿书的第2章，约拿的祷告哈，就非常清楚。约拿祷告就说哈，我在鱼的肚子里面是一个阴间的狗。好，咱想，那有一个人去互一个动物吞入腹肚内底，敢有可能3天无死？我们想象一下啊。所以耶稣就是咧讲的，因为当世代很多人只追求神迹，而不是愿意遵守耶稣的教导。这连面咱再去讲其他的部分哈。所以耶稣来讲吼，恁这个邪恶的世代、淫乱的世代吼，你要求神迹没有了啦，因为只有约拿有3天在鱼的肚子里面，代表他已经死亡了。但是后来因为他的祷告，上帝怜悯伊，知影伊有反悔的心，所以上帝叫鱼仔甲伊配出来。迄个配出来，我们应该这么说了哈。我们用约拿书第2章的想法去了解耶稣基督，那个大鱼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埋葬的淫妇，那个鱼就是淫妇了。所以当时候上帝要
这个阴间大鱼把约拿吐出来。在新约，上帝要阴间这条大鱼把耶稣吐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比喻啦。哦这样有了解吗？哦哦，嘿，有，我了解，对对对，因为嘿，之前在教会有听，就是也是有一位弟兄在分享，啊，嗯他那时候就说当时约拿是死掉的，可是嗯嗯，我在圣经里面看不出来，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疑惑。哦哦，但是今天牧师讲到马太福音12章40节，嘿，嘿，这段经文，哎，就觉得说，哎，好像是应该是。这样，好，你应该你有机会是哦，再读约拿书第2章，你去嗯。细细读那个约拿的祷告，你就会知道嗯，说那个就是阴间了。哦，好，哎，好，OK，好，谢谢牧不会师，好，不会不会，各有无？无吼，咱等下请佳瑶长老带咱祈祷结束啊吼。啊，后礼拜是连假，所以我们就停一次哦吼，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好，佳瑶长老，请你带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又带领我们再次的借由使徒信经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谢谢主，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值得我们所信靠的。父神也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借着今天的牧师的讲解，让我们重新的再次的审视自己的信仰。也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来任性。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借着圣灵，你让我们合而为一，也可以在一起成为这样一个大公教会，是你的信徒，以至于我们在合一的圣灵的合一当中，主我们继续成为这世界上的见证。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查经。也感谢主，你再次的招聚我们。愿主我们在这个大赛节期当中，我们借着这样的反省省思，都能够帮助我们再次的与你更紧密的来连接。谢谢主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阿门，多谢牧师。好，谢谢谢谢大牧师。家。